啊，你哪去做滑球？是钓乐透？好迄个命，只要恁老母阮迄个无闲的吼，若莫感觉安尼搞搭嘴鼓，我心目之不管是嘛是不灵样。哎，是讲一件代志，我想无啥会通的。你看迄个爱话有无？各方面的条件拢遐赞，啊一看吼就知影讲伊对你足有意思的。你现在不安尼吼，规气甲爬起来做咩？我甲伊补来点，无闲啦。我明仔载哦，一透早甲伊起价啦，看我店补回。我要进来。哎，爸，你较早困的。阮阿凯啊，到即马佫唔肯交女朋友，除了因为细汉的时阵受到因老母的影响以外，敢会另外有原因？嘿，那是因为查甫人迄方面唔敢讲出嘴的秘密，安尼要哪用？安尼想要替我传宗接代，啊，唔伫这代就动静了。来，凯啊，我咧讲。爸爸看你不管是遮尔忝吼，专工甲你传这罐，真正足赞的补药啊！你得食看卖。补药啦，我唔免啦，你家己留起来食就好啊。我跟你讲，那你食绝对比我食更较有效。我跟你讲哦，我甲你缀咧迄个茶啊内底，啊你若感觉忝忝吼，不管是你就甲食，互你精气神十足。保证啊！水干，身体男子型，安尼你真正一定爱食。拢是你呀！遮尔高话，我甲伊讲哦，我安排因妈相亲的对象，今嘛郑凯一定真无谅解。人来啊！恁豆豆讲，我来准备开店。我是你的头家，我命令你，拢来陪我啦。好啦，恁两个人有话直接讲，甲我当作是空气就好啊。啊，毋过袂当歹声爽哦。徐阿伟。你是不是欠我一个解释？郑凯，我唔是欠你一个解释，我是欠你甲一个失礼啊。我无应该大主大意，这样匆忙，无经过阿母的同意，就替伊安排相亲，造成伊的困扰。莫生气啦，我一定会找时间哦，去甲阿母慎重回失礼。对不起啦。你意思是讲，你知影家己做唔对？我知影，我以后袂阁大主大意。你原谅我啦！好啦，做煞气啊！既然你就知影家己唔对啊，有咧检讨。我就知影，你绝对袂甲我计较。你拄才迄个小秋哥讲哦，你绝对袂帮我算嘞。啊，不过我有讲，你唔是这种人。由此可证明，我比较较了解你。那安尼啊，我来去准备蛋糕，还有为你哦亲手。手冲咖啡，安尼好不？来，坐你啦，坐啦，庆祝咱两个当好好啊！当时安尼讲啊，所以爱人过河拆桥。王凯，你干哪去啊？哎，在想。
阮落底啊弄这个物件，这是啥？这物件哪看起来面色面色啊？鸟饲料，你哪会随身携带这种物件啊？哦，这需要。鸟饲料？什么鸟饲料啊？张凯啊，我们讲哦，是泰山的体格，阿婆的身体，竟然需要靠食这种药啊来重振雄风。你迄方面有问题，唔着去看医生，食这种成分不明的药啊，你敢好？重振雄风，安尼是怎？哎，我跟你讲，爸爸看你不管是这么忝哦，专工给你传这罐，真正足赞的补药啊！我给你滴在那个袋仔内底。原来阮爸讲的，就是这哦。无啦，恁误会啊啦！这个物件上百放伫我家，我就是讲这是普通的补品尔。查甫囝敢做敢担当啦，把代志拢扫喺恁爸遐去，安尼伤卑鄙啊！哎呦，我讲的是事实，阮爸就甲我讲，这食咧对身体足好的，剩下这竟然是。那这种代志就歹开嘴。卖个解说啊！咱两个这么多年的交情啊，有啥物困难你当讲出来，大家做伙解决啊！不管是要用啥物方法治疗，啊治疗时间爱偌久，迄过程有偌痛苦，我敢爱我拢会陪伴你嘛。我身体足好的，好无？这会当证明？我啊，哎喂，你莫话乱讲，我甲你也安怎啊？哦，我的意思是讲哦，你绝对唔是安尼。阮阿嬷有讲啊，好天爱存好来娘，你是食保养的对无？预防胜于治疗。我真正无咧食这啦！是啦，你无咧食啦，你是随身携带安尼较方便。小秋，你不要给郑凯创的啊！其实这不是什么绝症啊，不要紧啊。郑凯，你好好保养，我绝对袂弃嫌你的。我用我的爱心包容你，陪伴你行过这段你一生的黑暗期。到时阵哦，你才让我做你的见证人。我无想要跟你讲啊，跟你讲袂存车。讲这咧讲，唔是我咧爱讲。那我若凯有当时喺咧念我，敢若咧念囝。迄人唔知影人哦，想，伊是老爸，我才是囝。